5章嘅經文，我哋思想靠著聖靈嘅能力嚟到作主嘅見證。我剛剛頭先喺中學生嘅崇拜嚟到分享信息，佢哋都有一位嘅姊妹嚟到分享見證。佢係一位少年人，中四。聽完嘅時候，心都好為佢快樂，因為佢講到佢有4個好好嘅同學，大家平時好熟絡，好多嘢傾，但係偏偏好難講及信仰嘅事情，覺得好似有啲尷尬咁樣。後來佢嘗試都邀請佢哋返教會嘅聚會，但係佢哋好多次都推遲佢。但有一次佢再鼓起勇氣再邀請佢哋4個人都一齊答應咗嚟參加教會嘅佈道會。呢位姊妹一方面好開心，另一方面好戰驚，唔知道佢哋嚟到會唔會好唔中意，點解掹咗我嚟呢啲聚會啊咁。所以聚會之前嗰個晚上，佢就話佢就一路祈禱，一路祈禱，祈咗好耐先瞓得着。但係佢從冇諗到，當呢4位同學第一次踏足教會，聽到福音嘅訊息，喺講完呼召嘅時候，竟然4個人都決志，而且4個人都係喊住咁出嚟，唔係勉強，而係覺得好真實咁嚟到去決心嚟到信耶穌。呢4個人嘅反應令到一位姊妹嘅心裏面好感動。佢話之前好驚，唔知佢哋點樣反應，但係想唔到神都透過呢件事情鼓勵佢嘅心，無論如何放膽可以帶人到主嘅面前。而呢班同學後來一路嘅嚟到去信靠耶穌。我聽見嘅時候，我都諗翻起自己一件事情，就係好多年前我信耶穌嘅時候，我係比較早嘅時候信耶穌，我係中一就信主。但係當年呢，我讀書嘅時候已經都唔細噶啦，我14歲先讀中一。喺學校嘅時候，去到新嘅地方，環境好唔熟悉，但係我好深刻記得一位嘅同學，中5姓翁嘅，佢就走嚟我哋班房，喺我哋班房門口，我哋當時講嘅説話喺度蒲嚟蒲去。佢唔識我哋又唔識佢，唔知點解成日走嚟我哋班房門口行嚟行去，又揾機會去識我哋。我當時因為諗住識個大哥哥都幾好嘅，咁所以就走埋去同佢傾下偈。傾下嘅時候，佢就一路嚟到去關心我，點啊，適唔適應學校啊咁。然後跟住佢就鼓勵我，不如你哋參加基督徒團契啦咁。我因為想識個大哥哥，所以就唔推遲，就第一次一生人參加基督徒嘅聚會。喺我團契裏面一路嘅參與，大半年之後，我就決志信耶穌。呢位同學佢唔單止帶咗我返團契信耶穌，跟住佢邀請我哋幾個初信主嘅方溫仔，就不如同你哋查聖經啦咁。咩時間啊？早啲返嚟啦咁。我哋好聽話，好早就返到去學校。佢帶我哋查聖經，一步步認識信仰。到今天諗翻件事嘅時候，我仍然好多謝呢位嘅同學。呢位同學對我一生太大嘅幫助。我諗佢都唔會想到呢個同學後來神憐憫，讓我可以喺教會侍奉，今日喺教會裏面作牧師嘅服侍嘅工作。但係我會想翻呢位同學嘅時候，就想到如果唔係佢當時樂意尷尬啲嚟到去蒲下啲方溫嘅學生嘅課室，我今天都冇機會嚟到去信靠耶穌。神嘅救恩係透過蒙恩嘅人臨到其他嘅人身上面。蒙恩嘅人係蒙恩可以成為施恩嘅管道，可以將恩典、將福音帶俾其他人。神俾我哋有嘅係一種嘅權柄，甚至我哋可以放膽講，我哋領受一份權柄，可以讓人聽福音之後出死入生。嗰種嘅分別太大啦，領受福音之餘，生命嘅不同係太大啦。而神就將呢種嘅權柄嚟到賜俾我哋。大家會記得聖經講緊，神將叫人與他和好嘅職分係賜給我們。唔好以為係一個責任，唔做唔得，唔做咧神會責怪嘅。聖經所講係神所賜嘅恩惠，讓我哋能夠可以成為神所用嘅一條嘅管道，將恩典帶俾人。
喺近呢幾年，其實已經10多年呢，已經有好多好多嘅見證出現。特別我留意到好多嘅見證係談及佢哋好奇妙地入到地獄裏面，片刻嘅時間見到地獄嘅狀況，然後出翻嚟或者醒翻，然後將佢哋所經歷嘅事情係寫成一啲嘅見證文集或者一本書。你喺一啲基督教書局會買到呢啲書，係特別呢段時間好多呢啲嘅經歷係出現。呢啲嘅弟兄姊妹講述喺地獄當中所見到嘅情況，好恐怖，好恐怖嘅情景，我唔詳細講。但係好明顯就係呢一班嘅弟兄姊妹出嚟之後，係好迫切咁同人講：你哋要傳福音，你哋要信耶穌啊！因為神係有公義嘅審判嘅，呢位上帝佢係慈愛嘅上帝，亦都係公義嘅上帝。佢唔會讓所有地上面無論你係良善嘅或者係邪惡嘅人，最終嘅結局係一樣，係唔會嘅。神係會有審判嘅。當呢啲嘅弟兄姊妹講述呢啲見證嘅時候，佢哋都好清楚咁講，同我哋所認識聖經所講述嘅情況係一樣。佢哋講到聖經所講喺地獄裏面，火係不滅嘅，蟲係不死嘅，而佢哋所見到嘅情況，正正係聖經所講述嘅情形。各位弟兄姊妹，當我哋想到傳福音嘅時候，有啲時候基督徒會有一種感覺啊，好麻煩啊，又要我去做啲嘢咁。只係當你感受到主將呢份嘅恩惠賜俾你，同埋你感受到人生命嘅需要，我哋就會感覺到神俾我哋力量同埋幫助，嚟到去將福音帶出去。當然好多弟兄姊妹喺教會裏面都係好積極咁參與唔同嘅服侍、唔同嘅工作、唔同嘅侍奉，但係我哋都留心喺侍奉嘅時候，小心唔讓我哋傳福音嘅心亦都漸漸咁失去咗、冷淡咗，冇時間再理會到其他人嘅需要，以致我哋失去咗神俾我哋一份嘅福分，亦都忘記神對我哋嘅吩咐。當我哋睇翻《使徒行傳》嘅時候，就發覺當時好多嘅使徒，佢哋好迫切要將呢份嘅福音帶出去。而今日讀到嘅聖經，正正描述佢哋嗰種迫切嘅嗰種嘅心情。我哋一齊睇聖經第12節。聖經描述當時神藉着使徒嘅手行咗好多神蹟奇事，神透過呢啲嘅神蹟奇事去印證佢哋所講嘅道係從神而嚟嘅，因此好多人信靠耶穌。但因為佢哋好多人跟隨咗使徒，因此當時嘅一啲宗教領袖，佢哋就有妒忌啦。大家睇第17節。第17節，大祭司和他的同黨撒都該人都起來，滿心忌恨，於是下手拿住使徒，把他們押在公共拘留所。夜間有天使嚟將佢哋領出來。當你睇到呢度嘅時候，你發覺當時嘅人對使徒好多嘅妒忌。哇！咁多人擁戴佢哋，咁多人聽佢哋講，因此接受唔到，出於妒忌嘅心，就將佢哋捉咗去，將佢哋擺喺監牢裏面，係當時呢啲嘅宗教領袖有嘅權柄可以做嘅事情。但係聖經就描述當時有天使嚟到佢哋中間，將佢哋嚟到去釋放出嚟。你再睇翻剛才嘅聖經喺第20節，你們去站在殿裏，把一切有關這生命的話都講給眾民聽。隔離嘅和合本提到，說你們去站在殿裏，把這生命的道都講給百姓聽。當天使咁樣講嘅時候，你會睇到神嘅心情何等嘅迫切。一方面佢用奇妙嘅能力讓佢哋被釋放出嚟，同時好清楚表示出主對心意，唔讓呢一啲嘅傳福音嘅人受到難阻。一釋放佢哋嘅時候，即刻吩咐你哋要去，你哋繼續嘅去，唔好停止，繼續嘅嚟到去讓人聽到福音，將生命嘅道嚟到去講述出去。當你睇到一段嘅說話嘅時候，你會感受到主嘅心何等嘅渴望，人能夠聽見福音。大家可能聽過一位嘅人物叫做慕迪先生，
好早年嘅時候喺美國一位佈道家，佢帶領咗好多人信耶穌。有一次佢被邀請去到英國，喺英國嚟到開一啲佈道聚會。有一次佢同一班嘅牧師傳道，大家坐低傾偈喺個房間裏面。喺當時聚會未開始，佢去到窗口旁邊，有幾位牧者走埋去同佢傾偈，就問佢：慕迪先生，神咁使用你，你佈道嘅策略喺邊度呢？咁多人信耶穌，你傳福音嘅時候嗰個秘訣重點喺邊度呢？同我哋分享下咁。慕迪先生當時竟然冇講説話，冇回應佢哋。佢哋好奇怪，望一望慕迪先生，竟然佢流緊眼淚。咩事情突然間喊呢？睇到佢望住窗口出面，大家就問佢：慕迪先生有咩事情啊？有咩令到你咁傷心啊？佢就同佢哋講：你哋望下出面。佢哋望一望出面，出面冇嘢，都係一條嘅行人街道，好多行人喺度行，有啲長者坐喺街邊嘅長椅上面。佢話出面係啲街道，冇乜嘢啊咁。慕迪先生就話：你哋睇唔到呢啲嘅長者，好快佢哋冇機會聽到主耶穌嘅福音，好快佢哋會滅亡。好多人好忙碌喺度跑嚟跑去，佢哋冇時間去到聽主嘅福音，佢哋會失去主俾佢哋奇妙嘅救恩。你哋睇唔到咩？突然間呢一班嘅牧師傳道，佢哋突然間好明白，唔係乜嘢嘅技巧，乜嘢嘅策略，而係神將一顆愛人嘅心，好深刻嘅放喺慕迪先生嘅裏面。佢見到人嘅需要，以致佢帶着一種好迫切嘅心嚟到講述呢一個叫人得救嘅福音。因此呢一班嘅牧師傳道唔敢再問其他問題，佢哋只係知道愛生命成為咗傳福音最重要嘅動力。喺香港，我唔知大家好多時候喺你嘅公司、喺你嘅屋企見到好多唔同嘅人嘅情況，你嘅感受點樣？啱啱過咗農曆新年，我唔知大家有冇多留意，每年嘅新年呢，通常你會見到電視有報道，有一啲嘅男士喺啲廟宇嘅門口，佢哋逼住喺度，個個揸住一啲好粗嘅香，預備逼入去做乜嘢？要插頭炷香。好幾次我睇到電視一路影佢哋嘅時候，佢哋俾人哋鬆咗個踭，然後佢哋啲眼呢黑埋晒，因為啲煙煙熏得好辛苦。然後一開門嘅時候就衝入去，有啲跌倒，真係有啲人跌倒咗，然後衝埋去壓開人哋插。點解咁緊張？因為佢哋認為插到頭炷香就可以得到福氣。佢哋唔知道真正嘅福氣唔係嚟自插香，佢哋唔認識到神要賜俾人嘅係真正永恆嘅福氣，但係佢哋未認識耶穌。當你留心翻你自己身邊嘅朋友，有啲時候你覺得好似同佢哋冇乜嘅認識，但如果你為佢哋祈禱嘅時候，你會發覺內心裏面開始留心到呢一個人佢嘅將來，感受到佢嘅需要，神會感動你嘅心，排除萬難嚟到去幫助佢哋認識耶穌。當聖經裏面提到主耶穌話：我另外有羊，不在這圈裏的，我必須領他們來，讓他們可以聽我嘅聲音，合成一群，歸於一位嘅牧者。你留心主耶穌講句說話嘅時候，佢話：我另外有乜嘢啊？有羊。嗰啲未曾認識耶穌嘅人，主耶穌竟然都稱佢哋為羊。喺主耶穌嘅計劃裏面，有好多嘅人佢要拯救嘅，佢哋仍然未曾認識耶穌，而主耶穌好願意我哋出去嚟到去將佢哋都帶進羊圈裏面。主嘅心好渴望人能夠進入佢嘅羊圈，因此佢常常嚟到去呼籲我哋：你哋出去，你哋出去，將人帶到我嘅羊圈裏面。我記得有一次我聽一位嘅牧師嚟到分享，好多年之前啊，因為牧師講到佢
係被邀請去到前蘇聯嘅地方，去聖彼得堡。喺當時係大雪天，好寒冷。有人邀請佢去咗當地一個好高級嘅餐廳。入咗餐廳之後，裏面好溫暖，然後好多美食喺佢嘅面前，周圍都係衣衫鬢影，好多嘅人喺度享受緊美味嘅食物。呢個餐廳係喺對住街道一塊嘅玻璃窗，出面落緊大雪。但係呢位嘅牧者就話，佢見到喺玻璃窗外面有3、4個嘅少年，睇落去就知道係一啲流浪嘅少年人，着嘅衫好襤褸，好貧窮嘅少年人。佢哋望住裏面啲賓客喺度食緊好美味嘅食品，見到佢哋好渴望，好肚餓，想食嘢。呢個牧師正係喺度猶豫緊點樣去回應呢個情況嘅時候，突然間就發覺有一個嘅侍應走埋嚟，毫不留情就將玻璃隔開餐廳同埋街嘅玻璃上面嘅一塊大嘅布簾，唰就拉埋咗。即刻嗰幾個嘅少年就乜都睇唔到，然後就同大家講：繼續食嘢，繼續食嘢。因為牧師當時佢講，佢話：我感覺有啲好似係喺教會裏面，有啲時候教會裏面我哋蒙恩嘅人，我哋都忘記咗外面有好多人係未曾得到恩典，享受我哋嘅恩典之餘，閂埋對門，冇太理會嗰啲需要。當我哋頭先讀到聖經嘅時候，當主耶穌嚟到賜下救恩，吩咐佢嘅門徒傳揚福音嘅時候，天使救翻佢哋出嚟，第一句說話：你們去繼續去講出寶貴嘅福音。然後你發覺門徒點樣回應主自己嘅心意呢？大家再睇聖經21節，使徒聽完了，就在黎明嘅時候進到殿裏去教導，然後跟住佢哋再一次被捉拿。我相信使徒們一定好攰，啱啱坐完監，可能半夜被放出嚟，而且佢哋知道一定會再被捉去坐監。但係佢哋唔理會咁多，佢哋就聽天使嘅吩咐，立刻就喺黎明嘅時候就再去到聖殿裏面，將聖經嘅福音嘅真理嚟到教導當時嘅人。好快脆，佢哋就再被捉拿啦。當被捉拿嘅時候，佢哋就被威嚇：點解你哋奉耶穌嘅名周圍講福音嘅道？然後對方就回應佢哋。大家睇落係下低嘅第28節。第28節，呢啲嘅人同佢哋講：我們嚴厲地吩咐過你們，不准再奉這名教導。看，你們卻把你們的道理傳遍了耶路撒冷啦！呢個流人血嘅責任推咗我哋身上啦，一路嘅責備佢哋。第29節，彼得和眾使徒回答：服從神過於服從人是應當的。我聽從神嘅說話去傳揚福音，就算你點樣阻止，我唔願意去服從你嘅說話，因為服從神係應當嘅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有啲時候，當我哋嚟到去見證主耶穌嘅時候，都有好多不同嘅障礙，或者有人會甚至去責備你，甚至係阻止你去做要做嘅事情。我記得有一次同一位嘅姊妹傾偈，呢位姊妹佢喺香港一間嘅國際學校度教書。呢間國際學校係有好多學生係從海外嚟香港讀書嘅。佢就同我講，佢話我好感謝神俾我有感動。我喺學校就開始咗基督徒團契，帶領啲學生能夠認識耶穌。但係開始咗團契一段時間，有一啲嘅老師，因為都係海外聘任嘅老師，佢哋嘅背景好唔同。有一啲係同性戀嘅老師，有一啲係極端嘅無神論者嘅老師。呢啲老師見到一位嘅基督徒喺度開辦基督徒團契嘅時候呢，佢哋就好唔開心，好多方面嚟到去指責佢。甚至向上司嚟到投訴，佢喺度咧係散播緊一啲嘅紛爭，係製造緊一啲歧視等等。呢位姊妹面對住好大嘅壓力，但係咁多年到今天，我見到佢繼續不斷嘅嚟到
帶領呢個團契。呢個團契引致好多嘅同學嚟到信靠耶穌。我見到佢嘅時候，我心裏面嚟到同佢講，我就心裏面感謝神，亦都欣賞佢。見到呢位姊妹，無論喺咩處境之下，佢仍然知道佢去順從神，多過係順從人。而神喺當中亦都係使用佢，成為咗好多人生命嘅祝福。冇錯，喺當時當佢咁樣做嘅時候，人要有壓力俾佢，但係佢仍然堅定咁嚟到跟隨神。當時嘅使徒，佢哋仍然講，佢話我哋咁樣做，因為耶穌基督已經復活咗啦。你睇翻聖經嘅30節，耶穌基督已經復活咗啦，而且佢勝過咗死亡，佢作元首，佢係救主嚟嘅，佢將悔改嘅心賜俾人，而且將赦罪嘅恩賜俾人。我哋係佢嘅見證，而且神賜俾順從的人的聖靈，第32節所講，亦都作見證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唔好忘記你嘅身份，你係主耶穌嘅見證人，而且你可以放心，唔係你自己。聖經就話神賜聖靈俾邊個？俾嗰啲順從嘅人。當你知道順從主對你嘅心意，你去傳揚主嘅時候，聖靈嘅能力喺你嘅身上。神應許聖靈喺你身上面，俾你有膽量，俾你有力量，以致你能夠見到神透過你叫人蒙恩。神賜聖靈俾嗰啲順從嘅人，讓佢哋生命經歷聖靈嘅能力。你會好驚訝，原來我可以帶領人認識耶穌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喺你嘅生命裏面向神祈禱，求神賜你一份愛人嘅心，一份聽從主吩咐嘅心，以致你可以成為賜福嘅管道，將福音帶俾你身邊好多好多未曾認識主嘅人。我哋一齊嚟到祈禱。